警察伫6都服务呢，逐个月是当领到一条轻负担的津贴，这上北市上介济是当加领要2万块。即马为着要甲这人才甲老虎条，家人电管市呢嘛按算要来争取这项津贴。那警政署是回应讲，若准有达到轻负担的标准，才会考虑来争取福利。先蹲下。民众冤家纠纷，警方拘捕都爱到场处理。查缉重大刑案绝对原来有刑警出现，包山包海的警察业务转台无所不在。不过无共所在食头路，领的钱有差，尤其轻务较重的家庭，目前是6都才有，也互不是地下市的地区拄到警力流失的问题。我身边就有同事，就是他们会先选择去比较好调的6都，像是桃园。我在新竹县也是蛮忙的，同样都很忙的情况下，有机会可以回桃园的话，那当然会选择钱比较多的地方。那新店有这种状况，以家人市做例，因为边仔的商办有加急，不少关键若是有机会，拢考虑要调去。顺光的亏欠率阁达到45%，摆伫全国上悬的。总讲家人市政府有共识，家己筹措经费发放，不过因为法规的限制，也是需要得到中央的同意。我们会把全国，把这个整个的那个繁重的程度会做一个全体的衡量来规划了。如果有过了，还是会分等级。这项加急伫双北市每个月上悬加领将近2万，桃园、台中等4都每个月各加领16000外。面对不是6都的县市诉求会当有轻务较重的家庭，警政署回应各地无用的程度也是有差，会持续全部考虑，积极甲相关主管机关协调，争取环境福利待遇。基隆市提了，那它就会成为一个破口，因为基隆市它不是6都，但是它有了繁重加急，其他县市也会说我也很繁重啊，我也要繁重加急。其实还是要回到说警察的薪水是不是不？由基层环境组成的组织警工队支持家人市争取加急，不过问题的源头也是呼吁补足警界整体人力，才会当真正改善警察相当的工作量。记者采访报道。